大家好，我係余士我文。咁話說我前排咁啱就睇咗呢個前幾年嘅一套《金牌特務》啊，裏面主要就係講呢個一戰。咁當然呢個就係一套商業片啊嘛，所以對於裏面涉及歷史嘅內容咧，我哋都唔會真係好認真咁去看待。咁但我想講嘅就係呢套戲嘅荒謬程度，真係完全突破咗我嘅認知。而呢個絕對唔只係一啲個別嘅歷史事實嘅問題咁簡單。就話一戰裏面其實係咪真係有呢個正邪之分呢？即係好多人都會認為二戰係可以分成正邪兩邊咯。而呢個其實都有爭議。咁但係假設我哋姑且接受二戰係可以用二分法啦，但係咁樣係咪就代表一戰都可以一樣去二分呢？咁如果你俾一個完全唔識歷史嘅人去睇呢套《金牌特務》咧，佢絕對就會認為英國係代表正義，因為主角喺裏面就嘗試阻止俄羅斯退出戰爭，而再嚟就係將美國拖入戰爭。咁雖然前者就以失敗告終，但係當主角成功令到威爾遜總統決定參戰嘅時候，成個電影嘅氣氛就好似提升到佢拯救咗全世界。而有一點到咗呢度，我諗都已經好清楚，就係話呢套戲嘅編劇可以寫出咁樣嘅劇本，我哋都可以絕對肯定佢係有精神病。點解咁講呢？首先就係因為你根本就係喺度完全歪曲緊歷史啊！咁同埋你所做緊嘅就係喺度消費緊一場人類歷史上數一數二嘅悲劇。而我甚至會話呢個可以係用邪惡嚟形容。即係我諗大家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有幾殘忍同埋血腥，但係如果一場苦難嘅結果就係呢個正義得到彰顯，又或者係一啲大家所珍惜嘅嘢可以得到捍衛嘅話咧，咁呢個苦難至少唔會令大家覺得難以接受。但係喺一戰嘅例子裏面，我就真係諗唔到佢有帶嚟任何正面嘅意義。即係好似呢個 Patrick Buchanan 就曾經講過，當美國人認真去反思成場戰爭嘅時候，佢哋就發現自己喺1917年嘅時候根本係被呃咗入去呢個協約國嘅陣營。因為佢哋雖然就以為自己係喺度將自己嘅子弟送去大西洋對岸嗰度捍衛民主啦，但係佢哋就只係幫咗大英帝國將佢哋嘅領土擴大100萬平方公里。咁同埋佢哋就被灌輸呢場戰爭嘅目的係以戰止戰啦。但係呢場戰爭就導致咗呢個列寧啊、史太林啊、墨索里尼啊，同埋就係呢個希特拉嘅崛起。而呢啲人嘅危害係遠遠超越呢個奧匈皇帝啊，又或者係呢個德國嘅皇帝。咁同埋就係佢哋借出去嘅錢都冇辦法收返。而當戰爭結束嘅時候咧，佢哋就希望德國會得到公道嘅對待啊。但係殊不知，呢啲美國嘅盟友反而就將德國搞到4分5裂。咁同埋佢哋又逼使幾百萬德國人落入外國人嘅統治，而再嚟就係透過賠款令德國破產。而呢啲都係完全背離美國一開始嘅諗法。咁所以換言之，呢場戰爭就只係暴露咗戰勝國嘅貪婪同埋醜陋。而當數以千萬計嘅士兵同平民被白白犧牲之後，世界根本一啲都冇變好嘅。咁所以請問呢度有啲咩英雄主義可言呢？呢個就好似係一班人飲醉酒之後就開始毆鬥啊，而所有人最後都受咗重傷。咁就算係從打贏嗰邊嘅角度嚟睇，呢個都只可以話係一場徹底嘅鬧劇嚟嘅。而喺一戰嘅例子裏面，佢所影響嘅甚至唔止係歐洲本身。例如我哋都知道俄羅斯嘅沙皇就係喺一戰裏面被推翻，而呢個就係產生咗後來嘅蘇聯啦。咁所以我哋就可以問啦，就係話如果冇一戰嘅話咧，咁後來仲會唔會有蘇聯扶植嘅中國共產黨呢？即係我哋前面就從美國嘅角度去反思呢個一戰，而英國呢邊又係點？咁話說喺呢個1900年代嘅時候咧，
因為美國嘅外交官同英國嘅貝爾法伯爵之間就展開咗一場非常有趣嘅對話。咁呢個貝爾法伯爵就話咧：如果你唔去及早揾個理由同德國開戰嘅話咧，咁你就真係好蠢。而家就係因為佢哋好快就會建造大量嘅船艦嚟威脅英國嘅貿易咧，所以呢個絕對就係英國冇辦法容忍。咁呢個 Henry White 就話：我睇你平時都係一個思想非常高尚嘅人，點解你可以講啲咁嘅嘢？因為德國同你哋一樣都有權擁有自己嘅海軍，而你又點可以因為咁樣就同人哋打仗？如果你想同人哋競爭嘅話，咁你就應該自己努力咯。咁呢個貝爾法伯爵嘅回覆就係話呢個會令到佢哋嘅生活水平降低咧，而打仗反而先至係簡單快捷啊。至於 Henry White 對於呢種諗法就表示非常震驚，而貝爾法伯爵就同佢講咧，就話應該會覺得呢個係道德對錯嘅問題，因為我哋英國人好明顯就唔係咁樣諗嘢，因為我哋關心嘅就係點樣將其他人踩喺腳底。咁我哋就喺度就可以補充下，就話當一個國家以自己嘅利益為優先嘅時候，呢個完全係無可厚非。但係咁係咪代表你應該去發動一啲根本就係可以避免嘅戰爭？咁同埋呢位貝爾法伯爵好明顯就唔需要親自上戰場，但係都可以講到英國要透過戰爭嚟捍衛自己嘅利益嘅時候，呢個好明顯就係佢哋呢啲權貴階層嘅利益咯。咁等你話呢個只係一個伯爵嘅講法啦，但係呢個其實又係咪只係代表佢一個人呢？咁我哋又不妨睇下當時嘅英國首相係點諗。咁佢嘅秘書就話：如果你問我嘅話咧，首相其實係一開始就已經決定要打仗。咁所以當我哋用比較現實嘅眼光去睇下德國入侵比利時呢件事嘅時候咧，呢個就好似係一個上天所賜嘅宣戰藉口。而當時嘅海軍大臣丘吉爾知道要打仗嘅時候，亦都係難掩佢嘅喜悅之情啦。咁佢就話：我認為我係應該被詛咒，因為我實在係太開心。雖然我知道呢場戰爭每一刻都喺度摧毀緊數以千計嘅生命，但係我實在係忍唔住。對於我嚟講呢一場戰爭嘅每一秒都係一種享受。咁或者我哋喺呢度就可以再補充一樣嘢，就係話喺一戰爆發嘅時候，歐洲就已經享受咗接近100年嘅相對和平。因為上一次真正大規模嘅戰爭就已經係拿破崙嗰陣時。咁唔知道呢個係咪令到所有人都忘記咗戰爭嘅可怕？不過有一樣嘢我哋都可以肯定，就係喺英國嘅權貴階層嘅眼中，呢場戰爭絕對係一件值得慶祝嘅事。咁最後我就想講下一樣好好笑嘅嘢啦，就係話呢個英國人嘅政治宣傳，而呢種政治宣傳到而家都仲有一定嘅影響力。即係我哋可能都會聽過呢一種講法啦，就話德國人就係一個好戰嘅民族啊嘛。咁如果真係要追究起嚟咧，呢種印象其實多少都同羅馬帝國嘅歷史有關。因為當年導致羅馬滅亡嘅一個主要嘅力量就係嗰啲日耳曼嘅蠻族啊嘛，而呢種宣傳喺一戰嘅時候亦都可以見得到。例如當時嘅內閣大臣 Holding 就曾經話過，如果我哋而家唔去阻止德國嘅話咧，佢哋好可能就會有呢個稱霸世界嘅企圖。咁當然英國當時都喺全世界建立緊佢哋嘅帝國啦，但係呢啲就叫做傳播文明咯。咁所以你就唔可以話佢哋係喺度稱霸世界。咁但係德國咧，佢就係野蠻，即係好似呢個德王咁樣。咁丘吉爾就曾經話佢係呢個歐洲大陸嘅暴君，而佢嘅目標就係要征服世界咁樣。咁所以丘吉爾亦都係代表呢一種諗法嘅。但係呢其實到底又合唔合理嘅咧？咁話說有人就做過一個統計。就話歐洲各國由拿破崙戰爭到一戰爆發呢一段時間當中，到底參與過幾多場戰爭？而第一名就係英國，
咁佢哋就係參與咗10場戰爭，至於德國就係3場戰爭。咁呢個 Patrick Buchanan 就話咧，喺俾斯麥同德皇嘅治下咧，德國喺1871年到1914年呢一段時間都冇參與任何戰爭。至於英國啊、俄羅斯、意大利啊、日本啊、西班牙、美國啊，呢啲全部都有打仗。反觀德國同奧地利就冇，即係雖然德國喺呢43年裏面都冇打過仗啦，但係某啲英國嘅政客同歷史學家都依然將佢哋稱為呢個歐洲嘅 butcher bird 嘅。而我哋又點可以走去跟從佢哋呢種咁無恥嘅講法呢？咁所以希望以上嘅解說就可以令到大家更加清楚咁認識到英國到底係一個點樣嘅國家。因為我認為歷史就係由呢個勝利者去書寫，而當我哋睇下我哋今日呢啲咩電影啊、文學啊，又或者係大部分嘅歷史著作裏面，我哋幾乎都真係會睇到對於英美嘅一啲正面嘅描述啊嘛。咁但係好明顯，裏面根本就係充滿呢個政治宣傳。咁我點都好啦，我一集就講到呢度先。如果你中意嘅內容，就可以幫我俾個 like 同埋訂閱啦，因為都會成為有好大嘅動力嘅。